距离12号3级警戒结束不到一礼拜，到时间当降级，或者是微解封，其实真侪县市首长并无看好。南淡市虽然疫情相对稳定，不过市长吴伟霆认为，也是要认真持续观察疫情的变化。用台湾俗语“蛋惊死，放惊飞”来形容。第一个问题，对于县市解封的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说以谨慎为宜有一句话台语的一句话说“捏惊死，绑惊飞”捏得太紧怕捏死了那放得太松怕飞走。那有时候在防疫工作也是这样，太严很担心经济窒息，太松很担心疫情扩散。所以说我们在解封的部分，一方面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引规范不会违背这个部分。另外，有关疫苗驻村的部分，市长嘛表示，过去 AZ 有这款的状况，不过现在莫德纳有村较难，如果有村，也是互即提出户下资格人优先，参像县市营造抢头香的方式实在不好。我们疫苗这部分，在 AZ 部分有残剂，在莫德纳残剂很困难。那但是呢，如果有残剂，我们会把合乎资格的合乎施打资格的人优先纳入。大家可以看到，其他县市有一些县市采取预约制，大家抱怨不公平；采取直接登记制，大家也认为质疑有问题；采取用奔跑的、用抢头香的方式，又有人跌倒，也抱怨说这样子的状况不好。所以说，实际上要处理这一季的问题，总是不仅是州少生多，是万中选一的困难度在这边。所以说，我们还是以合乎施打资格的人，反正大家只要在排序里面都施打得到，疫苗现在已经是不缺，只要按部就班、平心静气都打得到。面对疫情一步一步稳定控制，不过市长加市府团队每天3点又愿意直播方式向市民报告疫情加防疫相关政策。台南新闻管及刘品言采访报道。